时间敬拜的时间、崇拜的时间已经到，让我们用安静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要与神亲近，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讨他的喜欢。咱来做是要求上帝的欢喜。我哋接纳咱今仔日的服侍，咱的敬拜。主上帝，阮真正欢喜，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知虽然外口落雨，阮清楚明白这是你的旨意。虽然阮会看天落雨，无方便出门，总是阮无袂记你来敬拜你，来学乐你，尊你最大。阮愿意摆咧冠伫你的面前，做你欢喜的代志。来，互你心欢喜，活等更照愿，互阮知你是阮的主上帝。阮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愿意来伫你的面前，安尼求你来保守引带。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平安，真欢喜伫上帝所定着的日。咱分别做圣，来敬拜伊，来学乐伊。请你也甲边坐伫你边仔的兄弟来讲，真欢喜甲你三甲来敬拜。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来想，咱的信仰状况，咱的生活状况，是毋是像歌所写安尼？愿主听咱的祈祷。愿主用伊的话来扶持引带咱。当我富足快乐的时，当我富足快乐的时，常常看无你，看到家己快乐较大天。当我心里忧伤的时，我袂记你，我愿怨叹拖我无了时。主言祈愿，一步步引带，予我搁回去身边。主言话语，一句句扶持，予我搁顺他意志。无论快乐还是忧愁，我要我靠你。我心感谢上帝的大慈悲。无论富足还是失意，我要学乐你。永永远远，我要学乐你。搁一摆来吟。当我富足快乐的时，常常看无你，看靠家己快乐较大天。当我失意忧伤的时，我袂记你，规暝怨叹拖我无了时。主用试炼，主用试炼，一步步引带，予我搁回去身边。主言话语，一句句扶持，予我搁顺他意志。无论快乐还是忧愁，我要我靠你。我心感谢上帝的大慈悲。无论富足还是失意，我要学乐你。永永远远，我要学乐你。当琴咧干燥的时阵，咱来想，咱的信仰状况伫主的内面是毋是富足快乐的时？
得意的时，看无上帝，感觉迄拢是家己的搞。当咱失意的时，咱才会当活动来对找伊。愿主帮助咱，话语帮助咱，扶持咱。无论什么境况，咱拢顺服伫伊，倚靠伊。当我呼叫快乐的时，常常看无你，看靠家己开了较大志。当我失意忧伤的时，我袂记你，怨叹拖把无了时。主愿赐怜，一步步引带，予我搁转去身边。主愿为我一句鼓吹，予我搁顺他意志。无论快乐还是忧愁，我要倚靠你。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无论富足还是失意，我要学努力，永永远远我要学努力。无论快乐还是忧愁，我要倚靠你。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无论富足还是失意，我要学努力，永永远远我要学努力。主愿赐怜，主愿赐怜，一步步引带，予我搁转去身边。主愿为我一句鼓吹，予我搁顺他意志。无论快乐还是忧愁，我要倚靠你。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无论富足还是失意，我要学努力。永永远远我要学努力，永永远远我要学努力，永永远远我要学努力。主啊，你试验阮的心，你看阮的心肠，求你永远。求你永远我伫你的面前徛在，因为我要将我的案件来向你说明。阮的艰难，阮的忧愁，阮的忧伤失意，求你来为阮排比，透放阮的罪，互阮得自由，无搁互罪来控告困绑。感谢你赎阮的罪过，互阮得到稳定。愿你用你的话语。一步步来扶持，引带阮活动你，互阮过得胜的生活。感谢主耶稣，感谢圣神保守，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因为安尼，咱就来咱的耶和华，咱的主上帝唱欢喜快乐的歌。请起立，咱做伙来学咯。囡仔有喘气的。拢着来学乐伊，恁着爱学乐耶和华。恁着爱学乐耶和华，你的圣所乐伊。恁着爱学乐耶和华，你的工厂学乐伊。就因为伊的观点学乐伊，就因为伊的荣耀学乐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乐伊。有喘气的拢着来学乐伊，恁着爱学乐耶和华，爱学乐耶和华，你的圣所乐伊。
领着爱而乐耶和华，你也更称而乐意，要因为伊的光点而乐意，要因为伊的荣耀而乐意，要因为伊的主爱而乐意，有全贵的拢着来而乐意。咱着爱而乐耶和华，乐耶和华，要拍开心而乐意。咱着爱而乐耶和华，来欢喜出笑而乐意。咱就来大听大笑而乐意，咱就来拍鼓跳舞而乐意，咱就让喜喜乐气而乐意，有全贵的拢着来而乐意。麻烦兄弟找5个人甲伊讲，咱就来学乐耶和华，咱就爱学乐耶和华，咱就来学乐耶和华。咱着爱而乐耶和华，着盼为心而乐意。咱着爱而乐耶和华，来欢喜出声而乐意。咱着来大听大声而乐意，咱着来拍鼓跳舞而乐意，咱着用喜喜乐气而乐意，有全贵的拢着来而乐意。咱着爱而乐耶和华，着拍开心而乐意。咱着爱而乐耶和华，来欢喜出声而乐意。咱就来大听大声而乐意，咱就来拍鼓跳舞而乐意，咱就用喜喜乐气而乐意，有全贵的拢着来而乐意。感谢主，咱来学乐伊，咱将眼光归乎咱的主上帝。主，感谢你，阮愿意全心全意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乐你。你会使坐，你也会使徛地，咱全心全意来敬拜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天年日为你所定，手掌彰显荣耀你的名。来宣告，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再次宣告，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咱是主万军的耶和华所创造的。
是伊要祝福的，伊祝福咱有权柄伫你这个所在，伊也要彰显荣耀伊家己的名伫这个所在。愿咱唱这首歌的时，真正用专心专意来顺服伊，来敬畏伊。搁一摆，回头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节连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跟我们的主说：“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再一次宣告：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你是阿尔法、欧米伽。是阿尔法、欧米伽，称颂你名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你是阿尔法、欧米伽。颂你名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你是阿尔法、欧米伽，称颂你名不止息。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再一次宣告，跟我们的主说：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全心全意敬拜你，全心全意敬拜你。父神，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悦纳我们所做的。再一次在你面前祈求你的恩典，将你的恩惠赐予困苦的人。谢谢你发光，照亮我们黑暗的角落，帮助我们行在你的光明中。我们愿意更顺服在你的旨意里，也要完全的信靠你。主啊，愿我们会更多的爱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信靠你。求你圣神保守今日讲台
牧师所讲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容神一人听的讲的都得造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样站立来信仰告白，咱来信用个别，咱一完徛地，咱来信用个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即时做伙来看周报内野的功德事项，为着咱所关心的，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上帝，搁一摆感谢你带领阮来到伫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过，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来过圣洁的生活。求你怜悯阮的软弱，有时阮互即个世界较赢，袂记得你的教导。愿阮时常会当甲你结连，活伫你的恩典中得胜有存。当阮失志软弱的时，求你互阮看见，阮毋是靠家己在活，乃是靠全能的爸万军的上帝。主啊，求你来，信心啊，带阮行入真理的道路中。愿阮一切的欠缺，拢成做主为阮准备的祝福。阮伫你面前安尼感谢恳求，拢是靠主圣尊名。阿门。全能的地父，听我祈祷，来祝福伫你面前的情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22篇，诗篇95篇。来啊，咱来唱歌而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合地极清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羊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学乐咱的上帝，因要吟的诗是“你是唯一”。
装真实自己。世界上找不到另一个美好的你。当你迷失哭泣、失去方向的时候，要记得我们唱过这首歌曲。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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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圣歌队的服侍，互咱通过这条歌，搁较有信心的来生活。嘛，对你隔壁的人讲，你是唯一。咱甲家己讲，我是上帝别的。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代志。后礼拜是9月上最后一个礼拜，伫9月29会后的小组以及拜六的华语礼拜拢暂停一摆的聚会。后礼拜会后10:50到12点，邀请有意愿来参加中职筹备同工训练的兄弟，欢迎踊跃参加，也请现任的中职同工出席参加。12月21拜六下晡2点到5点半，本会甲南台教会有一个联合圣诞节的活动，地点伫大桥里活动中心。活动内容是咱2间教会分工协作，请兄弟当伫1楼招待的观看活动所需要搭配的事项目，来登记填写意愿事项的项目，也为这项事工咱做伙来关心代祷。10月初6下晡2点到5点要举行中职联谊会，伫东门教会。第35届的选举报名费每一个人是100块。有意愿的请到公报栏填写报名表。9月29后礼拜日截止。咱即时做伙来读圣经。台语。所以，着斟酌看恁的所行是怎样，毋通亲像无知识的，着亲像有知识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以弗所书5章15节。咱即时来看读圣经。来读上帝所赏赐的话语，记载伫传道书7章7节到10节。上帝话安尼讲：恐吓处财会互智慧的人变做戆，忽略会互人的心腐败。代志的结局比代志的开始较好，吞忍比骄傲较好。毋通随便生气，因为生气是愚戆。毋通讲是安怎，以前比现在较好，安尼问是无智慧。咱嘛请吴木恩同学来读中文的圣经。大家平安，我要共读上帝的话，传道书第7章7到10节。这所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
事情的终局，强入事情的己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军心骄傲的。你们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咱家己鼓励一下吼，咱即时嘛，请做第二个儿童、青少年做伙来台前。咱请牧师来为遮个囡仔、学生来祝福祈祷。祈祷了，请牧师敬祷。敬祷的题目是上帝做的真智慧。好，咱做伙来为着这细囝吼来祈祷我们也为我们的青少年来祷告青少年，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青少年、年轻人、社会青年我们都来为他们祷告今日嘛有这个朱俊莹到你家还厕所我们为这些年轻人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赐福我们，让我们不仅有生命在这世上，为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愿意去学习突破的，我们都需要神你提供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帮咱这细囝，互因知影什么是好，互因知影什么是上帝你所要互因的智慧，互因伫长大的过程的中间，有通过上帝你的话语来明白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互因知影要安怎样行伫人生的道路中，有主上帝真做因生命的亮光。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常常会当真做大道为人祝福的勇士，通过祈祷来看见上帝你为阮摆的一切，互阮明白怎样来行伫人生的道路，互阮的心心灵拢通因为即个活命的话，即个信仰。这个活命的气力，定心来得到活命为气力，要安怎来行？愿上帝你赐福阮这个细囝，也帮咱这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朋友的关心，互每一个细囝伫长大的过程的中间，有上帝你的话语，真做因上好的帮助。阮常常着甲因教导，常常着甲因提醒，常常着用主的话来甲因三角分享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当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你聪明的智慧赏赐伫这细囝甲青年朋友。当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等下，你们要走都没有跟牧师说什么？不是拜拜了，谢谢了。以后如果有其他牧师来，你们也要这样好，感谢主，咱看见拜拜，你会当落去让他学习非常好对，很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透过祷告，透过赞美，透过敬拜，能够更深的体会上帝的恩典。我本身真意爱跟咱每一个人分享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真做咱生命上好的帮助甲粮食。所以今仔日牧师嘛要演说。伫顶礼拜牧师是礼拜6的时阵跟咱分享上帝真正的智慧第一讲。今仔日牧师嘛要继续跟咱探讨上帝话传道书第7章的第70到第10节。伫上帝话内底，顶礼拜咱有讲起，伫咱每一摆进入伫教会，有真侪时阵，咱来了解教会内底有个人，伊进入教会拢咧找啥？我会熟悉。我会知影到底这个讲完这个讲道的主讲者牧师，他如何传递神的讯息，甚至有个人来到教会是咧期待这敬拜俄罗团，因的音乐有感动我无？有个人嘛咧想讲，伫教会内底这个人有热诚无？来去体会上帝的教会有没有爱与恩典？但是其实这拢真重要，但是唔是上重要。因为上重要的是上帝活命的话，要安怎帮助咱做伙来起造一个上帝所爱咱去起造的教会。所以兄弟姊妹，顶礼拜牧师跟咱分享，咱知影圣经内底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会当讲是非常有智慧啊。所以圣经内底列王记第4章29、30、34节安尼讲，上帝赏赐予所罗门王是一个极大智慧聪明，甚至有真广阔的心。他的智慧是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王的智慧是超越过东方甲埃及人的一切智慧。迄当时嘛有几个真有名、有智慧的人，像以探、西曼、雅各，还有达大。所罗门王的智慧拢比因更安怎？更较好。甚至呢，所罗门王伊会晓做曲、做歌、做诗歌，甚至伊嘛会当亲像咱现今的人即摆人安怎？会有易经嘛有即侪现代侪世间人的智慧，伊嘛拢有。包含所罗门王嘛是天的列邦列国的啥？听见所罗门王拢感觉讲即个人真有智慧。但是咱知影圣经内底，所罗门王有智慧，但是耶稣安怎讲即个人？耶稣捌伫咧分享，咧讲起有关咱人活伫即个世间，毋通为着世间的物件，就要学习安怎倚靠上帝。伊安怎讲？耶稣讲：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什么？这个花的一朵。所以咱会当知影，当一个人又拥有侪财物，拥有侪知识，拥有侪世间上的才能气力，无论你是甚物款人，伫耶稣、伫上帝创造的生命内底，咱有时候我们还不如花的一朵。所以传道书所罗门王，伊特别伫这本册内底，这个册卷的中间，伊咧讲起人。如果无有上帝，没有神的人生一切都是虚空啊！我感觉伊讲呢，最有资格，所罗门王最有资格可以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因为圣经他都无书传咱讲的，伊真有智慧啊，敢毋是？甚至伊拥有世间人的啥繁华、富贵、财富。所以我认为所罗门王伊真有资格，会当讲起人的一生安怎都是虚空。但是所罗门王伊有特别伫这本册内底传道书咧讲起，真正生命的意义，必须得安怎？甲你边的人讲，你得爱信靠上帝，你得爱信靠上帝。唯有你信靠上帝，你才会当得到世间真正人活的安怎的意义啦。所以兄弟姊妹，我看见每一摆我若咧看传道书，我真爱看见到底伊内底要互咱什么款生命的智慧，互咱会当真正活伫这个世间上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所以顶礼拜牧师跟咱讲起第7章的第1节到第6节，内底嘛有讲起，讲好名声较赢过啥珍贵的芳水啦。这芳水通常是安怎？今仔日抹的，明仔载可能豆就无去啊，甚至后日就无去啊。但是讲起名声是啥？一个人的名声有可能是安怎？伊会留落，至少是好的还是歹的，对无？所以这个好的名声，伊会当互人活伫这个世间上，毋但是会当祝福人，嘛阁会当帮助人。但是所罗门王伊特别去讲起第2节到第6节，伊讲起厝人，特别咱爱去关心啥？迄厝人迄有送香的，毋是送香，就是有施食的。咱关心的代志，毋是关心因兜有咧佚佗咧欢喜什么代志。咱爱关心的是，当人伫艰苦的中间，当人活的时阵，咱就爱去关心迄个有需要伫忧伤、痛悔心的内底的人。他们的生命在忧伤、痛苦当中，你如何去看见人生命的智慧跟帮助？所以，伊咧讲起智慧的人的心思，就爱放伫倒位，要放在人生命的结局啊，不是看在你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啦。所以，伊讲起愚妄的人的心思，往往是啥？往往拢咧看享受，我如何突破好的，得到好的那一面。可是，伊咧讲起的真正的智慧的人，伊会晓知影伊的人生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他说，所罗门王特别提到，一般人若是讲伫丧事的内底通常你敢会爱去参加丧事？
通常袂爱啊。但是吼，牧师真爱看，当一间教会当有人死失，有人过往，这间教会会参与的人，大部分拢是堪伊有关系的人较去啊。但是教会无共哦，咱爱知影教会有一个足特别的文化，就是当人若生命死失过往的时阵，你会看见教会的人，不管你跟他的关系认识与否、深度与否，我们都是带着一颗什么安慰的心，陪伴那一个人。所以所罗门王伊特别的讲起，人真正的智慧的人是会看重死，较济过伊看重生啊，活的。看将来会较赢过看重现在啦。你若看到你拥有忽然间你摕到10万块吼，你突然间拿到10万元，你会怎么做？我会想说，我要去买什么我需要的，我会怎么去用这些钱，让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好，对不对？但是吼，那有的人伊会想到，我摕到这10万块，我会想到，我若无这10万块的时阵，吼，要安怎？无甲有的时阵，这就是死甲生的时阵。当咱人来到看见，当咱人生命，我们有没有灵魂？有没有？你有没有灵啊？你有灵魂无？你若无灵魂，你应该是一个行尸走肉啊，对不？好，咱拢是有灵的人。那是讲这个灵，这个灵它是存在的。这个灵敢会因为咱的肉体死了后，伊敢有存在？如果这个灵魂是存在的，是活的，当咱的肉体死了后，你的灵魂要存在的时阵，我要问你，你要搁咧看重你现今活的生命，较赢过你的灵魂的需要的时阵，安尼，这就是今仔日咱咧所咧讲的。所罗门王伫第1节到第6节咧讲起，咱人必须爱去注重，到底咱死了后，咱的生命要行哪路。所罗门王伊嘛继续讲起，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节内底咧讲起，这个叫做啥？勒索，叫做啥？哈？恐吓、恐吓、处财，好啊，这个贿赂咧，叫做乌西啦，乌西啦，吼，你头先讲啥？暴露哦，这真水的一个吼，暴露哦，罗马拼音吼，暴露哦，这话我牧师头一摆听到学到吼，真好，吼，乌西暴露吼，贿赂。圣经内底所罗门王讲起，恐吓处财，甲乌西暴露，拢是一种扭曲一个智慧的人的判断。因为一个人，如果你无法度通伫利益的顶面去接受，要安怎样无去，甚至要安怎样会当分享出去的时阵，往往这个利益会互一个人会开始思考，我要安怎去得到这个物件。所以，所罗门王特别伫这个作者内底伊讲起，智慧的人的反应，伊会晓知影要安怎样控制，唔通成做一个贪婪的人。唔通受引诱，所以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小李啊，吼，小明啦，吼，小明这个故事里面很常爱用小明吼。一个小明吼，伊伫一间公司，伊担任这个管理的职务，啊，伫咧中间，伊嘛成做一个中阶层的一个主管。啊，伊伫咧工作的过程的中间，伊真认真啊，伊嘛靠着家己的努力来取得真好的成就。后来，伊受到同事甲领导的信任了后，有一摆偶然的机会，拄好伫个工作的顶面，伊去签一项合约。伫这个合约的中间，无小心安怎造成公司有小可损失，有一点损失。但是这间公司无人知影，伊签这个合约的内底，这个小小的损失，到底是不是伊无人知影？但是伊知影。伫这个过程的中间，这个小李伊陷入小明，伊陷入生命中间的惊吓，因为伊逐工也去到公司，拢会想讲，这项代志这是我引起的，唔知有人知影无？我唔知影咱有这个有当时咱伫教会，无小心
做着某一项代志无人知影的时阵，你的心理是安怎样？这个小民伊就是安尼，伊伫咧惊吓中间，伊知影伊非常的惊，讲这个错误若是被曝光了以后可能伊伫这个公司可能晚节不保啦。所以呢，伊伫咧过程的中间，伊活咧真艰苦，经历过伊豆豆咧思考，他后来决定伊不再沉默了。他鼓起勇气，公司的人事部门人力资源部甲伊坦白，讲伊家己犯了这个错误，甚至伊解说，他跟这个朋友去解释，因为有一个朋友，伊知影小明伊犯了这个错误，所以这个朋友常常伫私底下甲伊恐吓，甲伊讲：我甲你讲我知影你有做这项代志你也做无人知，但是我知你无你嘛爱互我一寡遮口费。最近咱看这新闻有无？前一阵有足侪这个问题你会看见人伫欺骗的中间有一天当公义显明的时阵，你会发觉，就算你安怎欺骗拢掩盖不过去。所以再怎么样都会让人家看出你是一个愚昧的人。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小民后来伊经历过这个过程，伊感觉真艰苦。他决定他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伊甲这个代志甲公司的人讲，嘛讲起这个朋友、这个同事安怎甲伊，这啥恐吓处宰甲伊勒索了。后来这个小明这项代志了，伊学到，伊家己要安怎伫这错误中间，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项故事、这个代志了后发生了后，公司竟然无甲伊安怎处罚。反倒转后来看讲你这个损失，你这个互公司了钱的这个部分，嘛无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咧，你讲起这个甲你恐吓的人，这个职员是无符合阮的公司的要求，所以后来这个甲伊恐吓的人，当互公司死头路。这个故事在互阮讲起，在互咱了解，当咱要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伫咱利益的顶面，咱伫社会上，甚至咱伫家庭的内底，咱要安怎样会当拥有该有的利益的时，咱要安怎样学习分享？你也会晓学习，毋是干那要占为己有。反倒转，你着爱知影伫分享的中间，帮助一个人会当得到利益，得到祝福。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当咱伫生命中间，咱会晓要安怎样去分享。的人，伊就会晓袂学习到要安怎去共恐吓处宰。我一直感觉有真侪时阵我会记得伫我年轻的时阵我的妈妈有当时拢会，我伫外地咧读册的时阵拢会摕半仙仔钱互我，会甲我讲这个钱毋是要互你用的，这个钱是要互你去奉献，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若有需要的人，你着安怎？你着去，伊若堪你做伙的时阵，你着去请伊去食物件，帮助伊。无输伫过去读册时阵，拢伫台中。我伫台中的时阵，得到侪教会兄弟姊妹，因不管你是好嘢还是善食，因就是安怎？教会就是会煮物件，甚至会有人迄个中秋节也好，还是肉粽节也好，因就会做这物件，然后去学生的宿舍。讲来，这些学生分享给你们，你去分一分。迄时阵我做会长的时阵，就叫我去分的，去分享。伫迄中间，我会当理解，我嘛会当体会。有真侪时阵，当咱拥有利益的时阵，咱要安怎样成做一个智慧的人，就是不占为己有啦。你问亚做讲，有当时你得到这个利益，是靠你的气力、靠你的能力得到。有真侪时阵，上帝嘛咧考验咱，要互咱了解。当我将这物件互你的时阵，你安怎样去分享，互人真做嘛？因为你得到祝福，所以我真欢喜。有真侪时阵，当人啦分享物件互我的时阵，我拢会甲伊讲一句：当你若真正无需要的时阵，那会使安怎甲讲？会使安怎甲讲？谢谢以外，佫有啥物？佫较好诶？毋是谢谢你啊！我讲真多谢你，我愿主赐福你，我真正无需要，但是我会将你这物件去帮助更较有需要的人，安尼是毋是更较好？
但是伊若讲牧师，这真正要互你的哦，伊会讲这是要互你的，你着家己用哦。你会讲说多谢，你嘛免去甲伊讲，我会甲你客气互别人。你若要客气互别人，你私底下家己客气就好。了解我的意思无？牧师，你甲咱分享的，就是有真侪时阵，咱伫诚做一个基督徒，当咱要去人分享的时，有当时你咧分享的中间会造成误会，嘛有当时会造成人会感觉安怎？你袂晓珍惜。所以有真侪时，咱爱诚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互相伫彼此分享的中间，毋是伫剥削的中间。咱拢也做讲，咱诚做基督徒，咱拥有这物件，咱为着要管理钱财，管理拥有物件。但是有真侪时阵，咱是咧勒索，咱咧恐吓别人的物件，咱毋是真正得到。当咱拥有的时阵，咱袂晓分享，所以咱真意爱上帝，真意爱咱。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会晓伫恐吓处在甲一个乌西顶面的测试啊！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哦。圣经咱今日所看的圣经是咧分别，咱要安怎样分别智慧甲愚妄的行为哦？如何分辨愚昧的跟聪明的智慧哦？好，第二项，咱要安怎分别聪明甲智慧？第二就是代志的起头甲落尾有差别。圣经安怎讲？代志的落尾，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昨有一个学生看到这句话的时阵，伊马上挖过甲伊的妈妈看一下，妈妈。就是在讲你，很多时候他也看到，他不只看到这一些，他在讲到说什么？很多时候他看到的是他的家人给他的建议，可是他却看的都是什么？只是眼前的利益。有真侪时阵，咱拢亚做讲，这代志无可能发生啊，对吧？会袂？我会记得我若真爱去分享招人食饭的时阵我细汉过去的时候，我常常听见我的爸爸讲，你安钱拢摕去安尼斗相共人你到底你有得到啥？大家人拢因为安尼拢会甲你剥削呢，会甲你安怎呢？其实我看的毋是这样。我妈妈给我一个概念，就是啥？代志的落尾最后是安怎，咱拢毋知影。但是起头你的动机若对你继续持续去甲做最后你会看见迄个结果是好的。所以有真侪时阵，我在看这个学生的时阵，这个学生伊去了解到，伊讲，我不对外妈妈去做画画，去画画。但是伫画画的中间伊感觉讲妈妈你浪费我的时间，互我真了我的时间，我爱读册，我爱休困。他眼前所看到的是他眼前事情的起头。我就跟伊分享，我讲猫咪啦，我请问你陪妈妈好不？陪妈妈好吗？妈妈她难过、很孤单的时候，你陪她好吗？那你虽然陪妈妈去上了这堂课，去画了一条线，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哪一天你再重新回头再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其实意义非常大。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所看是咱眼前的代志。圣经内底咧，甲咱测试，咧甲咱讲啥物？就是咱智慧的人，伊会有耐心，伊愿意去听候代志的发生到最后，伊会晓谨慎决定啦。很多时候我唔知影你有谨慎在做决定无？你今日要来教会，你会先看啥？你谨慎看天气好不好？可是你没有谨慎去看待你有没有来到教会重不重要？了解我的意思无？这就是你所看的代志，是看伫眼前的代志，还是看伫未来的代志？如果今日你来到教会，我就是不管无论如何天气如何，我就是要去到教会。今天杨明姐有来早上他们女儿说，我就说妈妈会不会来？她说妈妈说她会来。感谢主。当我们设定目标，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看的是远的，你了解当我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意义跟价值是不同的。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需要什么？需要存心忍耐。你拄到困难的时阵，你会忍耐袂？有的人若袂忍耐马上讲无代无志叫我做这项代志，对吧？
我细汉常常拢是安尼，看台厝里的人咧甲阮讲，你得做这样的哦，做忝的呢。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比任何同年龄的弟兄男生更有勇气，更有 power， 更有能量，更有智慧，更知道怎么去妥善处理事情。所以我真感谢我的爸母，伫细汉的时阵，互我伫做困难的情境的中间，教导我什么叫做存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的。我细汉的时阵，我常常咧讲啊，这也无啥啦，这拢无啥，这我拢会晓，但是我做袂到。但是我的心里面是骄傲的。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小伟，这个学生，伊是充满着理想的一个大学生。伊伫毕业的时阵，伊对未来真侪期待，他有很多期待，他渴望在他的工作里面能够快速的怎么样，能够得到成就。这个小伟呢，伊本身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发觉，当伊开始进入工作的时阵，他发现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伊伫一个小小的公司、小小的部门，然后担任最基层的员工。伫迄个工作的中间，伊非常会感觉不可思议，跟他所想象的不一样，是因为他拥有非常好的能力，可是他却摆放在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公司，他认为一个部门，所以伫迄中间，伊感觉他选择了这项工作是一个错误啊。你们兄弟姊妹，你会感觉你来到教会是种错误吗？你感觉你做一项有意义的代志，你会感觉是一个错误吗？这个小伟，伊感觉，伊认为做这个决定来做这项工作，伊是一个错误，因为伊感觉伊对未来感觉到非常的迷惘。但是这个小伟，伊伫工作的中间一开始非常的失望，后来伊决定，他决定给自己一段时间，不断的去适应学习。那一段时间，他开始慢慢积极的去学习新的技能。拍摄哈，牧师今仔日会讲国台语，有时候华语会比较多，吼，是因为咱中间有原住民，吼，所以我会讲华语会较多小看，吼。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看见这个小伟，伊开始改变伊的态度甲方法，伊开始去愿意去承担伊的工作所会拄到的问题，甚至伊会去问伊的同事，请教迄个较资深的人。然后去甲伊请教，讲这项工作要安怎来解决，要安怎来改变，吼，亲像阮昨有这个薛文生弟兄伊的查某囝明天要工作了，他找工作找很久，可是神很恩待他。我发现从他在听他讲他如何找工作的过程，明天他是要去这个，我们也为他祷告，他要在南纺梦时代旁边的一间卖包包的地方是卖包包做服务业非常不容易而且他遇到了这个老板非常好我回过头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小伟他立定志向改变的方式，后来在他当中他发现他学习到了，他从基层他开始慢慢的改变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从原来的基层员工慢慢的成为一个小主管，在那过程当中，伊的成功开始改变伊的心境。伊感觉他的成功不是他拥有、他想要可以得到，而是在忍耐、学习里面。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袂晓的代志，学习忍耐，学习吞忍；袂晓的代志，学习忍耐，学习吞忍。当你学习忍耐、学习吞忍，你会了解要安怎样更较有智慧去面对。我头拄讲起，头拄这个姊妹，伊过去2-3当前，她是完全会拒绝所有人所要给予她的建议，甚至会想要告诉她你可以怎么做，她是完全不想听的。可是现在的她面对现实。他看清楚，他的生命不应该这样。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今仔日圣经在甲咱讲起，当咱人若看的代志是看伫代志的起头，你感觉无可能，你就真正无可能。迄是100%是不可能成就的。可是如果一件事情的终局结局
是要完成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要注意说哦，这不是单纯只有我们看事情的结果，我们要想象的是这个事情的结束结果还要符合上帝的心意哦。所以我要问咱，有什么代志伫教会内底传福音有要紧无？有要紧无？有要紧啊呢？听人有要紧无？读圣经有要紧无？祈祷有要紧无？你甲人的关系有冲突，爱改变有要紧无？有要紧。当你看一个人无改好的时阵，安尼敢有要紧？当你看一个人感觉无目的的时阵，对你来讲有要紧无？不需要。我每一摆我若看见一个我做无讨厌的人，还是伊的行为安怎吼，我迄时阵拢会想讲，我会使做啥物改变？我感觉这对我来讲足要紧。当我看见这样代志，看起来敢若无啥物忙的时，对我有要紧无？有要紧，因为我感觉上帝予我的生命，毋是要看这个代志无忙。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吼有一个这个原住民朋友，好，他叫朱俊颖，好，我们拍手欢迎他哈。他桃园人，不好意思，牧师喜欢举例，好，年轻人被举例没关系，是让你自己知道，我要怎么样做得更好。好，我私底下咧跟伊讲话，伊是这个亚瑟带来的原住民，昨天在跟亚瑟晚上在聊的时候，他说牧师，我非常喜欢来到大桥教会。能够认识牧师你真的是上帝的恩典。那上帝也透过我们的教会有机会，他认识了我们，然后他让他重新找寻到了信仰的真理。那他在带领这个弟兄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一起这个海洋研究吗？海洋资源，海洋资源，伊即马升这研究所，伊本身呢，伊本身爱掠鱼啊，跟牧师同款有那爱客帮爬鱼啊，很特别哦。他会来是什么原因？他一定会找到一个跟他兴趣相投的人，对吗？你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人跟你兴趣相投的？有啊。那你怎么样把你的兴趣跟生命带到你的朋友当中？我非常高兴，当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觉得他学习撒网的那个始祖老师啊，跟我所看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讲话就很投机哦，我们就讲话就很有话聊，聊起话来就很没有他，你就很轻松很自在，好，所以底下的贵点的中间，我觉得我们人的生命在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只看眼前，我没有能力，我什么都没有，这个我没办法。我们要想的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更多去看得更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后来这个故事小伟，后来也工作晋升了之后，他成为这个团队里面的主管。他最后他学习到，原来生命的开始并不是他一开始所想的那样，而是他必须要做不断的学习跟忍耐。好叫他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突破与改变。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唔知影你会因为生气来压榨无，你会因为生气来限制你头前所要行的路无？他对我所讲的这个忍耐，一个人无法当忍耐，往往拢会伴随着一种反应，叫做什么？情绪。真的哦。当你没有办法忍耐的时候，人就很容易会有一些激动。我不要说，你可能说我没有生气啊，可是你会激动。在激动的中间，通常人会感觉你在生气。所以我牧师嘛时常咧反省我家己。过去有一寡会生气的时阵要安怎处理？圣经箴言14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加拉太书6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圣经里面讲到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如何控制我们的情绪，
因为情绪的控制决定了我们生命是不是一个聪明与愚昧啊。所以第三项，咱要加做一个聪明的人，圣经传道书第7章第9节讲：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牧师第14章前车祸了，阮厝里人反应拢真清楚。这个人车祸了，个性改变。个性改变，第一个改变是啥？来，有啥物反应？叫做脾气啊！好，我会记得我妈妈讲，你茫生气啦，你弄电脑吼，较会安尼啊，脾气无介好啦。我讲后影无影啦，我原底就安尼啊啦。我还讲真的哦，撞到脑真的会影响脾气哦。明红兄，你有感觉你弄电脑了后，脾气有较歹无？有吼，有就爱安怎？有就爱搁较细致哦。当咱伫暴躁恼怒，虽然咱是弄电脑，有当时，但是牧师无希望讲哦，你现在才生气啊，我就弄电脑啊，你莫牵拖啦，好，牧师的意思讲咱莫牵拖啦，好，圣经里面讲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我们学习安静心，学习用温柔的心态度，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一个有智慧的。好，箴言15章1节，我们一起来说哈，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我学到一个方法，就是安怎呢？等咱咧生气的时候，你知影你生气啊？你有点激动，你开始学习把你的讲话速度放慢，好，然后一字一句慢慢的说，好，然后快快的听，然后就会怎样？慢慢的动怒了。所以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很重要，回答柔和是很重要的事情。好，所以不用急。很多时候有真侪时阵，咱会想讲啊，咱知影啥物啊，要讲了较紧。啊，讲了上紧的时阵，你会发觉，人会感觉讲你咧生气呢。好啊，所以吼，这嘛是牧师学习的一个真要紧的智慧。当咱讲话，咱要安怎互人感觉你是一个温柔的人，无快生气的人。我们就是要学习讲话回答要柔和。智慧人的反应就是他会谨慎，控制他的情绪。不轻易动怒，而保持冷静的态度。愚昧人呢，他就是很容易动怒了，很容易怎么样冲动，让这个愤怒的行为来带着他的生命，最后，今日讲起一个智慧，就是怀旧情节的测试。什么是怀旧情节？我相信在座一定有真侪较年长者，包括我即摆已经做4个囡仔爸爸，有当时我嘛甲我的囡仔讲哦。讲我希望讲伊即摆要学啥，啊！我若咧甲伊教囡仔要学啥的时阵，我拢会甲伊讲一句话：过去爸爸拢安怎做，安怎好，安怎做，较会安怎样。啊，等我咧甲伊讲的时阵他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听不下去了。那我都是用什么？就像这句话所讲的，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我终于也当体会到，过去我的妈妈有当时会讲。啊，恁即马拢讲袂听，讲袂赢啦，讲袂顺车啦，阮过去安怎样安怎样啊！我会记我妈妈常常要甲我讲过一句，讲恁太太即马要注意哦，现在做婆婆的做人家婆婆的要留意啊，不要对自己的新妇讲啥，我过去阮着爱一边车囡仔一边工作啊，即马恁拢无法度像阮较早安尼啊啦。注意，这就是圣经咧讲的，这不是智慧的人。兄弟姊妹，先前的日子或许在当下你是非常有能力的，感谢主。但是神要让我们学习到的能力是看现今的日子，你怎么做一个现今的目的，现今互你看到的困难。要安怎成就一个更加美好的结果？所以兄弟姊妹，怀旧抱怨比现在好的想法，不是一个明智之举。这是反映出你对当下的反应，你是拒绝的。了解我的意思无？现今你活的是即马呢，但是你无要为着你即马活的所爱面对的问题去处理，
你定定咧想起你过去，包含你的工作嘛是相款哦。兄弟姊妹，过去我印象足深。我伫大专中心的时阵，一个月薪水偌济，会当生活，佮过了还可以，还不错。但是当我车好了后，开始要工作的时阵，后来我结婚了后，身躯佮无半身的时阵，当我开始去牧会的时阵，真正去教会牧会的时阵，是做青年牧师。迄个时阵佫是 part time 的，一礼拜去3天4天尔。吼，社礼是一半，哪像咧打工的安尼。所以伫个过程的中间，我开始发觉讲，我无法度结婚啊，我嘛无，因为我无法度生活，我无法度通安怎。伫迄当时，我就咧想起啊，过去吼，迄毋知影偌好呢，吼，安尼要安尼用钱，要创啥拢真方便呢，吼，在座咱嘛有迄个，搁咧找头路的，嘛是共款啊。过去咱有头路，即摆咱无头路的时阵，你嘛有差别啊。兄弟姊妹，过去是安怎，迄拢无要紧。重要的是圣经咧，甲咱讲起的智慧，就是现今。你安怎要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面对现实，甚至用积极的态度，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相信神就要祝福我们的生命。所以最后，牧师要用一段圣经在跟咱分享：智慧的人也要专注在当下的现实，并寻找如何从现今的挑战中寻找得到改变跟改变的契机。哈，圣经里面罗加福音书第9章62节，足清楚甲咱讲起，耶稣对伊讲。手划伫犁尾，腰直直滑头看后面的人，无适合上帝国。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就是咧反映这句，他拄仔咱所看圣经的话。如果咱若真做一个看上帝引带咱行头前道路的信徒，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交托、仰望、信靠我们的上帝，因为神赏赐我们生命，神会不会对我们负责？会对咱负责。求上帝为帮助咱，让咱的生命不断来做生命的突破，让咱的生命在上帝话语中明白，咱要安怎成做上帝所束缚，佮有气力来跑走天路的人。咱这位同心来祈祷，主啊。愿主赏赐充足的智慧，互你所竞选的儿女。我要伫信心的内底，伫学习明白生命真道真理的内底，我会当看见生命虽然有时我会拄着困难，有时有病痛，有时有软弱欠缺不足的时。当我受到这个影响的时，我就要知。我无要受到贪婪、情欲的引诱，反倒转，我就爱需要上帝你赏赐互阮教育的智慧，互阮无甲主上帝你的关系来隔离，反倒转，互阮明白，我们需要在神你的话语里面经历寻找生命的道路。阮需要充足的忍耐，阮需要教育温柔、疼的心，听候主的智慧。互阮伫上帝你的话语甲智慧的内底，明白阮的生命要安怎认真、温群为主来活，为主来行人生的道路。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赏赐阮教育的气力，互阮的心心灵伫主你的恩典中活出温柔疼心的生命力。阮相信主你也要互阮看见，虽然现今的世代充满着侪困迫，充满着侪无好。歹甲冲突，但总是，阮需要伫这个环境的中间，去体会上帝你甲阮三甲同在的气力，甲阮三甲同在的亮光，甲阮三甲同在的帮助伫倒落。阮要伫上帝你的话语中真实来看见生命的希望，恳求上帝你赏赐平安的恩典，特别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阮要为着爱长老的查某囝妙玲姐来献上阮的恳求。伫即时，伫伊身躯内底有侪无好的细胞在影响伫伊的生命。恳求上帝你亲自来帮助伊，赏赐伊气力。虽然身体有时伫无爽快、痛的时，愿上帝你帮助伊，互
互伊凭着信心，得为主你来活的时，毋是为着伊所看见的事，反倒当是看见上帝你所要互伊灵魂得着救、得着祝福的所在，互伊有气力来面对伊眼前所看见的苦痛，互伊会当看见远远的所在，上帝你要为伊备办的美好的家人地。恳求上帝你帮助阮相信，阮瓦克主，阮较赢过即个世间。也愿上帝你嘛祝福帮助，就爱丢了伫陪伴查某囝的时，用祈祷、用信心、用气力的宣告，求上帝你帮助伊，互伊虽然年长年老的生命中间，拄着这个代志，要犹原有信心的愿望来为主来活。我嘛要为着谢金玲姐妹，伫日前因为平安来想事，你互伊一个细囝王月成小朋友，愿上帝你嘛祝福伊，想事伊平安大汉，帮助金玲姐妹，互伊常常伫陪伴照顾月成小朋友的时，互伊会当用信仰、用真理活命的话，用祈祷、用三听的心来扶持培育这个细囝大汉。有一日，当因有机会来到伫教会做伙敬拜主你的时，阮会当甲因三甲欢喜，上帝你赏赐因生命的赏赐，帮助因这个家庭有机会来入捌上帝你真理活命的福音。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52首，救主听谈的声。咱做伙起立来吟。救主听谈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好，我泪牺牲流血，救我做人生命。主，我来求你，我担受困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听通声音，我着刻条伫心，答我做这手顶是白，听我实在真情。主，我来求你，我担受困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叫我真情，我着听他命令，在我软弱快坦使用，予我为你正成。主，我来求你，我担受困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主叫我警醒，我着祈祷无停，着惊日爱受主的戒，直到进入天庭。主，我来求你，我担受困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备办心，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咱得用信心来奉献。若是有新朋友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也请毋免奉献。
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你面前，全心地感谢耶稣，你爱你的听我多多小弟你，我来到你面前。心里感谢耶稣，你和你的听我多多小弟你，主啊，我的家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乎你，对我无够也，何以加经文，为得当献乎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唯一的困求，是你为感纳我，献上我的所有。我的一生，请做你起名，来完成你旨意。咱做伙来读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这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愿咱亲自拢会当伫奉献宣告的祈祷内底，每一摆来到主的面前，拢着用这款的心志、奉献的心志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这是咱三甲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家诚信，阿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的。万世，阿门。愿咱时常用敬畏主的心，谨慎咱的性命，互咱的性命伫上帝面前，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互上帝所创造咱的性命，伫世间的年日，为主做光做盐，成做侪人性命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立倒。
牧师伫遮补充报告吼，咱伫10